今見個老闆級客戶，佢老婆過身幾年，剛剛至娶過個後生嘅，佢好自豪咁話：我幾個仔女個個我都俾咗層樓佢，佢哋又出晒身，我份身家夠我同老婆去10次環遊世界有得，仲有咩風險要防？我望一望佢隔離位後生太太再講，風險就係，萬一你有事，你點控制到你啲仔女唔會同你太太爭身家？你唔好以為立咗遺囑就安樂，因為太太有一份遺囑，啲仔女唔知邊度又變一份出嚟，到時打官司隨時玩10幾年。係啊，老公，你啲仔女見親我，眼神都好兇狠，萬一你唔響度，我怕我真係瞓街呀。太太立即發功加持。乜保險可以防到呢啲嘢㗎咩？老公問。梗係得，最新呢隻財富傳承 plan， 邊個有份邊個冇份，有份分幾多全部買時列明晒。你份身家咁厚，寫埋每人每年分幾多銀碼，到時保險公司就會嚴格執行，你連律師費都慳返啊！簽成咗，今年 MDRT 有着落，即刻 call 啲豬朋狗友 happy hour。個豬朋問：如果我俾外星人捉走咗，幾年之後放返，咁冇咗幾年收入，保險賠唔賠？我話一定唔賠。你要點樣證明你係俾外星人捉咗，而唔係自己玩失蹤？叫外星人開證明，佢用外星文寫，睇唔明；佢用英文寫，又冇人信係外星人寫。你話係咪一定冇得賠？